大家好，我係包璇儀，我係今年創意藝術畢業展學生籌委會副主席。喺依家呢個變化急速嘅 AI 時代，要喺人與人之間揾到真正嘅共鳴並唔容易。今年我哋畢業展嘅主題係共振，就係希望大家喺呢個變幻莫測嘅未來入邊，都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同其他人嘅共鳴點，聽到心入邊嗰陣震動嘅迴響，一齊創造屬於我哋嘅未來。今次畢業展嘅宣傳片以聲音嘅震動作為起點，透過視覺化嘅方式呈現出唔同聲音嘅變化，將原本聽唔到、見唔到嘅震動變成可以感受到嘅畫面。之所以咁做，係因為我哋仲好堅信，只要我哋肯發聲，沿住呢種聲音同頻率努力落去，就一定可以揾到屬於我哋共同嘅頻道，譜寫出屬於大家嘅樂章。今年畢業展可以順利完成，全靠每一位同學嘅投入同努力，先可以將每一個想像變成今日大家見到嘅畫面同作品。只要你肯講、肯試、肯踏出呢一步，你嘅想法就會有機會成真。多謝大家。